近期所有嘢都升，油價升，金價升，就連 SSD 都係咁升。唔通想揾隻平、靚、快嘅 portable SSD 都咁難？又唔一定嘅。呢一隻比一般快1倍，由長江存儲旗下品牌智泰推出嘅智泰零先鋒版 portable SSD， 而家就做緊特價，1TB 版原價1368蚊，而家只要經 Price 網購，再用埋優惠碼，即可以用超底價831蚊入手。2TB 版一樣照減啊，原價2078蚊，而家唔使1300蚊就有交易啦。今次嘅優惠其實都係智泰港澳區代理瑞科為咗回饋大家呢一年支持嘅一份心意，而且佢亦都採用咗 USB 3.2 Gen 2x2 界面，快閃記憶體除咗係100% 原廠芯片之外，仲用上國際名牌大廠都爭住用嘅長江存儲專利精簡 X-Stacking 架構，讀寫速度最高去到比一般市面快成倍嘅2000 Mbps， 加上型格金屬外殼，機身輕巧，放落袋都唔亞位啊！無論係手機唔夠位裝相，定係工作上用嚟過大 file， 佢都可以輕鬆滿足晒呢啲需要。呢個時勢同規格嘅對手，大部分都至少1000零蚊先揾到，今次優惠都真係誠意十足㗎。而且而家買完仲送多你一個收納包同 PSSD 保護殼，俾足雙重保護你。今次嘅優惠同贈品都係數量有限，售完即止，錯過咗就冇㗎啦。